歡迎大家收睇大灣區一條龍置業頻道啊！我係阿龍啊，今日介紹嘅珠海市 CBD 中心位置十字門勤武新城啊嗱，先講解下呢度嘅點解叫勤武新城啊？華發國企開發商嘅華發嘅總部就喺呢度啊嗱，咁身後就係我哋喜來登酒店、瑞吉酒店啊，仲有我哋今日介紹嘅係雙都上蓋嘅一房同埋兩房啊，咁啊一房總價咧大概110萬你就可以攞低嘅啦，咁啊首期咧18萬，咁月供幾多啊？月供最低可以做到900蚊啊！點解咁平咧？等等先介紹下嗱，先感受下我哋嘅對面嘅金融島，橫琴嘅金融島啊，然後金融島後邊咧就係我哋嘅澳門嘅氹仔，咁我身後咧就觀光塔咧就呢度咧就係澳門嘅舊城區半島啦，葡京啊、金沙、永利啊、匯力啊都可以見到噶。咁當然住喺雙都樓下咧有乜好處咧？咁啊食完飯可以逛雙都啦，逛完雙都咧再可以喺呢度個3公里嘅公園一路行，呢條都係屬於情侶路嚟噶。咁啊見到夜晚嘅日頭嘅景觀咧可能一般般啦，夜晚嘅夜景哇！你都知啦，澳門係個燈紅酒綠嘅城市啊，佢可以夜晚係不夜城啊，夜晚燈光非常之 number one 啊嗱，翻嚟啦，拍下拖啊，行下街啊，同老婆同啲仔女過嚟行下呢條情侶路，哇，簡直係人生享受啊嗱！想買珠海市中心嘅樓，又唔想買嗰啲大面積嘅，買一房兩房呢度應該係啱你啊，因為嗱一房首期先18萬啫嘛，可以自住亦都可以投資喎，你可以包俾華發。依家華發有個政策係華發係國企嚟㗎，華發有個政策咧就係無論你買一房兩房三房四房，華發都會同你包租，因為咧有好多國外嘅朋友同埋國內嘅嗰啲我哋嘅譬如東北啊、北京啊、上海啲過到嚟咧，可能佢唔係話即時自住㗎，唔緊要，無論你買一房兩房三房四房，華發都可以同你包租啊，而且年回報率去到3.5厘。其實講真嘅，呢個開發商真係㗎，可以保障到你可以自住，可以投資，亦都係呢度賣嘅係住宅啊啦，係70年產權嘅住宅，大學區啦。可以翻學啦！呢度嘅學區都係重點中小學嚟嘅，十字門中學、十字門小學啊，而且仲有個希望之星嘅貴族學校，所以呢度嘅配套係全部都新嘅，係成個珠海一個重點嘅新城區勤武新城啊嗱！正所謂世界大灣區啊嗱，珠海一座城，勤武新城就係呢度啦嗱！哇！即係住喺呢度咧，每日都可以見到咁靚嘅景觀之餘咧，咁樓下就有個雙都啦，而且依家賣緊嘅樓都係喺雙都上蓋嘅，今日介紹㗎，所以基本上賣埋前排，而且見到成個澳門景嘅話，今日賣嘅都係見到成個澳門景嘅，所以咁靚嘅景觀，咁筍嘅珠海一手樓啊，咁如果你真係要買市中心嘅，呢度真係首選啊！正所謂一澤就二運三風水啊，咁後邊有我哋嘅將軍山啦我哋等等可以見到嘅就係後邊有將軍山，前面有江景，有山有水，風水寶地啊！加上呢家樓價已經係從我哋高位跌到嚟低迷啊，咁而家開始回暖啦所以依家入手絕對係一個正確嘅選擇啊嗱！正所謂情深深雨濛濛啊，大灣區買樓揾阿龍啊，睇樓嗱就係呢一套啦，56平方一房一廳啊，而且望到成個澳門景觀，仲有一樣嘢就係雙都樓上上蓋嘅物業啊嗱，先感受下先啦，睇下嗰個景觀先，望到成個葡京噶啦，哇！開窗睇下先，感受下個葡京先。對面就係我哋嘅葡京啦，成個半島睇到啦，咁呢度係70年嘅精裝修住宅，雙都上蓋啦。咁背景牆都係交樓標準嚟嘅，3米開間嘅大廳咁當然啦，講解交樓標準先啦。道台啦，西門子3件套啦，仲有一個淨水器、洗碗機都有埋嘅洗碗機。咁仲有個西門子嘅洗衣機都係贈送嘅。依家買樓有乜好處咧？包家私同埋包床，所有嘢拎包入住。咁先睇睇嗱個洗手間啦，洗手間淋浴同埋嗰個熱水器都係有嘅，馬桶全自動馬桶，咁乾濕分離嘅啦。咁呢間房間咧都可以睇到成個景觀嘅，你哋睇下感受下。房間都可以睇到煙花景啊！咁每年咧澳門都好多次嘅煙花景咧，都係喺呢度喺我哋喺陽台又睇到啦，喺房間又睇到啦。咁當然啦，依家開發商年底活動連張床都贈送嘅，衣櫃又贈送。咁你拎翻入住啦。咁再講講個總價啦，個總價咧
110萬就可以攞低啦啊！110萬嘅總價，咁首期幾多咧？首期咧就16萬，月供幾多啊？咁啊，月供可以最低去到做到900蚊，900蚊點嚟咧？嗱，月供900蚊，因為咧開發商有包租嘅，咁佢按照你總價嘅3.5，咁啊假如咧就總價110萬嘅咧，咁佢又俾翻返租翻3600蚊俾你。咁咧呢間屋嘅月供咧就4500蚊嘅，所以咧你只需要俾900蚊，你呢間屋就係你嘅啦，俾個首期俾900蚊。咁如果你要自己住嘅咧，唔緊要，你月供4500蚊，你就可以自己住噶。因為華發依間咧，無論1房、2房、3房、4房都係有我哋嘅即係幫你包租嘅，因為咧華發係珠海國企。佢咧考慮到好多嘢，考慮到周邊啊、外省啊、香港啊、國外啊、澳門啊、投資啊，咁啊佢又俾個回報率你。咁呢度係住宅嚟㗎，係大學區嘅。咁嗱，雙都上蓋，雙都上蓋啊！咁我哋一齊去睇睇雙都啊！而家去睇睇雙都。嗱，呢度咧就係我哋嘅雙都啦。嗱，雙都嘅咁啊，七仔啊、7-Eleven 啊、酒吧仔啊都又有開嘅。咁啊，呢度咧就係我哋嘅正前方個門口啦。咁啊。十字門輕軌站咧就呢個十字門站啦，咁啊後邊咧就中海嘅，咁呢度咧就會展中心，會展中心過去咧就係我哋嘅澳門啊，呢個觀光塔，前面咧就係國際金融中心啦，呢個係珠海嘅 CBD 中心位置啊，十字門華發雙都啊，呢個雙都開晒業嘅啦，咁咧佢有分3期開發嘅雙都，咁而家係呢個雙都係2期，對面係1期，咁啊3期咧6月份開業啊，嗱今年6月。咁啊，先感受下呢個雙都啊！呢度雙都咧一共有3層啊。咁1樓咧基本上係賣珠寶啦，賣啲奢侈品㗎。咁2樓呢食飯啊，同埋賣嗰個兒童啊，賣衣服啦。咁啊呢度嗱入到嚟嗰啲賣錶啊，嗱六福珠寶、周大福、鳳翔啊。咁呢度有3層。咁啊跟住咧3樓去睇電影啦、食飯啦。呢度咧好多嘢，譬如咧食燒烤啊，食烤肉啊，食泰耳啊，咁啊食我哋啲雞煲蟹啊，都有嘅。基本上喺雙都，你喺南屏嘅華發雙都咧揾到嘅嘢，呢度都有嘅。咁啊，你睇睇，其實咧依家就中午1點半啦。咁其實講真，我覺得夜晚先係真正嘅最多人啊。咁啊呢度有負1樓嘅，負1樓呢就全部食嗰啲平嗰啲小食，所以住喺呢度咧，落樓就係雙都啦，而且出門就可以搭輕軌站啊。即係搭輕軌翻拱北，咁啊翻拱北咧就3-4分鐘嘅啫，即係2個站位，一個灣仔站啦，一個就係到拱北口岸站。咁去我哋嘅長隆去拱北口岸都有嘅。咁啊呢間係華為啊嗱，華為你想買手機啊 ，OK 嘅嗱。咁啊呢度咧就小米，呢啲 OK 嘅啲品牌。咁啊屈臣氏啦。咁啊我哋嘅負1樓咧就係個醫號超市啦。咁呢度有醫號超市㗎，咁喺前面。KFC 啦，嗱呢啲都好成熟噶啦，嗱呢啲最基本嘅，嗱呢度係手機啦，哇住喺呢度啊，真係舒適寫意啊！要唔要落去感受下我哋嘅我哋醫號超市啦？上面啲3樓咧就我哋嘅電影院啦、食飯啦，咁嗱我哋落去感受下我哋嘅醫號超市。有呢度間香港茶餐廳啊，呢度有間兜記，咁埋呢度嗰啲。國內品牌都有間奈雪啊，啲星巴克啊，住喺呢度咧就真係濃厚嘅生活氣息啦。呢度同華發雙都南屏嘅華發雙都咧有啲區別嘅。呢度咧2期嘅雙都咧會比嗰邊細少少，但係3期係大3期，3期6月份開業，26年嘅6月份就今年6月份。咁啊呢度個呢啲。1樓咧負1樓咧出邊就賣小食㗎，有一條小食街，一條小食街嗱呢度咧就醫號超市，呢個超市咧夜晚啊最多人㗎啦，因為好多我哋香港人都住喺呢度啊，澳門香港，因為澳門人咧而家目前比較多啊，嗱呢度醫號超市啊呢度，咁啊介紹完啦咁多好嘅嘢啦，咁啊如果你想買一套珠海市中心嘅雙都上蓋嘅住宅物業啦，有1房、有2房、有3房、有4房啊！咁咧如果你感覺到呢度 OK 嘅，生活氣息又 OK 嘅 ，call 我睇樓啊！嗱，時間過得真係快啊，又要同大家講拜拜啦！睇過阿龍嘅視頻，包保你年年行好運。我係阿龍，得閒飲茶。